6星級環保大獎2012客席評審團：中華電力有限公司、中華製漆、易辦事香港有限公司、雅芳庭有限公司。環保係所有人嘅責任，每個人都可以為環保出一分力。所以日前 Roadshow 就舉辦咗首個以個人為主題嘅環保選舉，表現一班熱心參與環保活動嘅市民同埋專業人士，而且希望亦都鼓勵所有嘅人繼續支持環保。將你哋嘅手咧按喺我哋呢個力量球嗰度。邊個開始咧？咁全港嘅市民咧都可以咧，就係加入我哋嘅評判行列，可以投票。今日參加呢個活動咧，個感覺係深刻嘅。因為睇到好多香港人咧係支持環保，講環保咧係人嗰個參與咧好重要，所有環保政策咧都要市民嘅支持，與民共議，同埋更加重要咧係要市民行動去支持。所以咧今日見到好多嘅6星級嘅人一齊去支持環保咧，香港係好有希望成為一個6星級嘅城市嘅。今次 Roadshow 6星級環保大獎2012分為公開組同埋專業組，並且得到多間6星級專業夥伴、著名環境學者同埋綠色良心企業嘅支持擔任評審。而日前，我哋嘅專業評審團率先同一班參賽者見面傾談，進行首輪評分。今日呢個 Roadshow 呢個6星級大獎咧，我學到好多嘅嘢，由我哋一個好普通嘅市民做綠色嘅生活，過住綠色嘅生活，去到一個機構嘅商業機構嘅大總裁，都各自喺佢哋嘅崗位上面發揮唔同嘅力量，去做為環保出一分力。咁今日我係好感動嘅。今次參賽者咧，其實佢哋都有一個好好嘅體育精神啦，就係佢哋嚟呢一度參加比賽咧，其實唔係淨係為咗攞獎，而係佢哋希望將佢哋咁好嘅經驗咧，係同大家一齊分享。除咗評審團評分之外，喺2012年12月20日至到2013年1月18日，仲設有全民網上投票，等全港市民一齊參與呢個咁有意義嘅環保盛事。6星級環保大獎2012全力支持中華電力有限公司、金菊花至尊牆面漆、EPS 易辦事、雅芳庭天絲代爾。